大家好，我是火麒麟的网络好厝边，咱先来甲大家小姐问，哇，今日咱有遮侪人，10个人啊，可能今日风台天，所以大家拢踮厝内吼。创啊这毋是阿曼，小关系。创啊这较早欢迎你来到你若较早欢迎你来到建中老师较早欢迎你来。佮有 super small milk， 我应该安怎甲你叫咧？咱敢是头一间见面？super small milk 较早欢迎你来。我这咳嗽一直还袂好呢。我这感冒已经是2礼拜、3礼拜之前的代志，毋知影是安怎？到即马还袂完全好，真是有够凄惨的。可能因为拢咧上班，上班就是咱的病就会无法度好甲遐尔紧吼。阿庆高早欢迎你来，伊个实体高早欢迎你来，个阿玲高早欢迎你来，个有人间有害，人间有害高早欢迎你来。感冒还袂好，对啊，我是敢若剩迄个牙后还袂好啦。我其他的部分拢无迄个感冒的感觉，毋过迄就是会一直咳嗽，这毋知影是安怎。过来即位是敢是阿铁啦？哎呀，我看者，敢是叫你阿铁啦？阿铁啦，高早欢迎你来。大家高早，风真头顶啊，外口怎啊风台天啊，风真头啊，有诶所在嘛。落大雨，所以大家就莫出门。伊到了个只高早，欢迎你来，欢迎大家。最近过了有好无？哪像嘛，真久无甲大家开讲啊。对，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呢。最近大家拢在创啊，主播是不是确诊？我是不是呢？来哦。好，拜拜。是阿铁啦对无？是阿铁啦 ，OK。感谢洪泰总是有时间来甲阿慧看。无平常时阿玲嘛是拢定咧上班对无？应该有足侪人平常时拢咧上班，所以可能较无机会一直对待对无？我家己嘛是。无，我就算无咧上班，我嘛是咧做家己的物件嘛，无时间去看别人的放送。毋过我家己嘛是拄好最近新闻，有咧看新闻是因为我最近嘛是，对啊，这嘛是创这嘛是定迄落咧上班，所以可能迄落较无法度定，就是讲逐个放送拢有看到对无？这若是军人拄好放假，哎哟，辛苦。我叫是敢是因为你拄好放假，所以无伫营区内底？敢是讲迄落若是伫营区内底，就是也是共款爱守伫遐对无？就算风台来嘛是爱守伫遐，敢是安尼？我无做过职业的军人，所以我毋知。我敢若做过迄落一定爱去的，无做过迄落自愿要去的。现在较早欢迎你来啊！按做。对啊，大家拢小无闲好啊，无闲就是代表讲大家迄个生活拢足有家己要做的代志，安尼嘛真好，有的人就咧无闲创作，有的人就咧无闲趁钱，趁钱互主播开，对，嘛袂歹啊，就是有代志通好做事，我感觉是好代啦，我嘛是拄好，毋是原来是安尼。规定是迄个陆上警报发了之后，内底就无法度出去。外面是除了有特殊的状况，就无要转。内面的莫出去，已经伫外口的莫入去。原来是安尼。对啊。我嘛是原底今日有要上班，毋过拄好风台来，阮遮有放。阮遮有放假，所以就毋免上班。虽然阮遮我的公司无去上班，就是无迄工的薪水。毋过袂要紧，因为我拄好最近就是无说是熊
接到较济迄个委托，啊，向就变做无用做袂了。嘿，佮有迄个作赶的，就是讲迄个希望3工以内会当完成的。啊，拄好，互我拄着即个风台放假，我拄好会当来做我的委托。算是运气袂歹，运气袂歹。嘿，对啊，大家最近咧创啥？等下，日研友还原底今日要去考试，因为有钱有欢喜，所以来看风扇。是要考迄个？等下，敢是学测？煞袂记，伤久无考啊！这已经甲我迄个愈来愈无关系啊！我已经老啊，敢是安尼讲？对无？我会记得是有非常分科测验你看我真全拢袂记，我连迄个倒一个月咧考啥物拢袂记，对啦。即摆即个时间应该是考分科啊，对无？分科以早的或者以早的基课对无？以早或者指定科目的考试，即摆或者分科测验听起来号名的理路相共，应该是安尼对无？你这算是最重要的大考啊！对啊，这改时间应该互足侪迄个要考试的人拢非常的紧张，对无？我有听讲对即个要考试的学生来讲，这风台真是使人非常的惊吓。小天，早安高早，缘投的伙食，你嘛做缘投的啊，是你毋甘嫌啦。欢迎你来。改做后礼拜一拜二，啊，我嘛会记你是改做拜一拜二。今日已经拜六对，所以今日日后明仔载搁休一天，过来就要来考，非常的紧张啊。哇，我已经足久无考试啊呢，毋过我会记你我大学的时阵，哇，这敢真正会当讲，我会记你我大学的时阵，其实迄个成绩毋是介好。我真正迄时就会烦恼讲迄个，迄时真正会烦恼讲迄个期中、期末考袂过。大学就是安尼吼，你若知影迄个分数若考无够，就真正搁爱重读迄个课，就爱重修。真正是有安尼所以迄阵拢足惊吓，就会惊讲安尼我是毋是大学要加读1年，无都毕业？所以迄阵真正会惊。到即摆我虽然已经毕业足久啊。毋过迄个有时若压力较大的时阵，暗时若困无好，会做迄个噩梦。我噩梦的内容其中一种有足侪种，无共口味。迄个其中一种的噩梦，就是会去梦着讲我佫考袂过，佫爱加读1年。对，这已经梦着足侪届啊，有够好笑的。就是精神了，就会想讲哪会佫梦着这？我都已经毕业足久啊，是咧紧张啥的？足好笑的。考试的人足受气，对啊，对考试的人来讲应该足无方便吼。毋过这也无法度，这就是算风台，伊就算天灾，这也是无法度的代志，这也是无法度的代志。想讲考了就解脱啦，雄吼，对啊，雄佫晚2工，就是你原底想讲安尼迄个7月几号12哦，还是伊是拜5咧考，我毋知，我现在袂记得了。反正2工你有讲2工，所以原底应该是12号要考了，对无？原底想讲迄个你的痛苦总算看到一个终点，毋过这终点呢，雄佫退2步，互你加2工安尼，佫复习2工加油，对，嘛是会当安尼讲吼，嘛是会当安尼讲，嘛是会当讲是迄个加2工通好复习。这个阿辉的放送你嘛是会使考了才来看啦。你若是讲迄个加读一寡册你佫较安心，嘛是会当去读册毋过你若讲读忝嘛，看一下阿辉的放送对你迄个心情是迄个算是有帮助安尼嘛袂歹，嘛会使来看，拢会使。即有足侪学生为着逃避要出社会，会调工延毕，敢是安尼讲延毕敢毋是摕来写字的？调工要晚毕业我是知影有的人是安尼无毋对，毋过我毋是。
嘿，我是想讲，我想要赶紧毕业，赶紧做工课。哇，迄时足天真的呢。无啦，迄时就是算是有野心啦，就想讲我要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路用的代志，要赶紧来做工课趁钱啊。啊，结果发现讲出来趁钱嘛，毋是啥物真快乐的代志。哦，靠腰，那会早时一开始要开差不多10分钟就开始咧讲这是咧创啊。你当时办公室主任，即礼拜休拜3、拜4去上班，拜4去上班，看到办公室工读生进度参，拜2共款，嘿，拢总报了，中昼食饭愈想愈气，讲话可能较受气，头家看到，讲你小激动，叫我倒去处理一下，哇！拜3到呾，干那上班半工，毋是啊。拜4看到工读生进度，甲拜2共款，毋是伊即2工是咧创啥？还是伊是中午有休困？工读生嘛是爱做代志啊，拍time嘛是爱做代志啊。骨头面熬早欢迎啊，欢迎你来，欢迎。即个大学毕业就走去做兵啊！哦，我知影对有诶人来讲，就是有诶人会感觉讲，我听人讲诶啦，有诶人会感觉讲，你大学毕业了后，你若是一开始还毋知影要创啥，有诶人会感觉讲先去做兵啊，若较欠诶，就是会当欠着，真正欠着一寡钱安尼。哦，啊，你若做兵了，有想着迄个搁较想要做诶代志，哦，你就会当摕你欠着迄钱。去做迄个，有诶人可能就是要做生意啊，开家己诶店啊，安尼嘛是有听过，有诶人是有安尼诶人生诶规划啦。这可能嘛是一种方式。我是感觉我家己可能较无适合，因为我要安怎讲，我诶迄个我感觉，因为我知影做兵真做辛苦诶，就是迄个时阵我有去做迄个叫做啥义务诶，就是做义务诶迄个兵诶时阵就。嘛有看到其他诶算是志愿役诶，因就是真做甲足辛苦，就是可能暗时个爱去迄个徛迄个叫做啥？站哨台语安怎讲？就是迄就是迄个对身体算是有负担，这嘛无多补困，所以就真正足辛苦。我知影我身体可能无法度，我这身体我傲少年无少年啊，已经愈来愈无少年啊。原底我是一个真少年，搁真有，即个啥？原底我是一个少年搁散车的人，即马我已经变做一个无少年油管刹车的人。即马花子咩小？敢是小？敢是读小？像阿慧嘛是做对社会有帮助的代志，是安尼无毋对啦，原底就是较理想吼，原底就叫是讲会当做迄个对社会有帮助，佮会当趁有够额钱的代志。即摆发现讲，其实无遐尔简单，还未找着。就即摆我做兵道算是，我嘛感觉是对社会有帮助啦。趁的钱敢有够食穿，无确定，徛卫兵，徛卫兵安尼有通呢？对啦，徛卫兵原来是安尼。迄个职业的讲出来就是较叫做啥精准，足精准，对啊。我感觉我要需要思考一下，就是要安怎做对社会有帮助的代志，跟趁会到钱，这我的功课，搁来想看卖。哇，做10档啊，真正是感谢你的付出。对，讲到这，我知影迄个咱社会有。小对，徛小 ，OK， 感谢。我知影咱社会有诶人毋知影是安怎，就是会看迄个会看军人无呢？我感觉足奇怪，非常的奇怪。有诶人就感觉讲迄个军人诶，我都理解啊，就是军人就是因用因诶身体，用因诶性命就算无战争诶时阵，因嘛是做遮诶工课嘛是对身体负担足大诶。人愿意做遮个代志，就是保护着你，保护着你，互你毋免去做遮个代志嘛，会当活甲好好。这基本的迄个尊重当然是爱有，这我感觉有诶人真足奇怪，迄个咧
拜一，啊你上班无用的是拜二来上班，搁叫算算。哦，有的人就是安尼，真正诶，有的人就是我嘛知影，我嘛感觉有的工作性真正是安尼，伊就是算算，啊伊算算要是领会着钱，伊要是哪会领会着薪水，啊这时阵你就是袂当对伊伤客气。我感觉迄个基本的要求嘛是会当有啦，对，因为阮最近做工课的所在嘛来一个迄个实习的，嘿，伊若像是大学叫伊要爱有实习，所以着实习啊实习，啊着爱来阮遮做工课，嘿，啊我感觉伊淡薄仔线，无讲做咸的啦，该做的要是会小做一个，啊毋过，要是讲袂当安尼，袂当对伊伤客气。会使搁读2工嘛是袂歹，安尼看其实，安尼看其实好啊是歹咧，应该是对逐个人拢是做公平，逐个人拢加2工，所有要考试的人，逐个人拢加2工，所以嘛算公平啦。啊好啊歹可能拢有啦，好就是你会当加准备一下，啊歹就是你会当加紧张2工安尼，古底人讲好人毋做兵，好铁毋讲钉。这哪像有听过？这敢是徛伫一个家庭的角度啊？敢是徛伫一个家庭的角度会感觉讲，恁厝里有一个袂歹的查某人，就莫去为着咱规个国家来贡献，然后起来家己用，嘛是会当理解啦，毋过总是爱有人去做即个代志，若是所有的人拢无要做即个代志，就会变做所有的人拢爱互丁兵去做即个代志，无要安怎，总是爱有人举武器啊，保护家己的国家啊，昨过来问你薪水哪会还袂落来？你是讲迄个做代志嘛，做甲线线，无讲做甲做好，就开始咧想要领薪水。伊头一个无战争，第二个台湾人做兵要对付竟然是安尼，这我毋知，这我无听过即个讲法，毋过反说有可能有一个的想法，可能是迄个时代已经互掠走，家己的孙煞去做兵。就心内感觉悲哀。你安尼讲有理呢？你安尼讲其实有理呢。安尼我会当理解，早期会主动去做兵，是因为踮社会上生存落去的能力较欠缺，无像即马因为我会当理解，就是以早有的人就会阮厝里是大人嘛有安尼讲，就是讲你若无特殊的技能，如果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你若无啥物特别的一项专业，会使去做兵，意思就是讲，我嘛敢会当理解，就是讲你入去了后，人就是会甲你训练，甲你会晓做你的做兵的工课啦。就是讲钱可能嘛无讲，就是钱嘛算是袂算足少。你若去做迄个饮料店，可能就无遐济嘛，当然，迄个辛苦的程度嘛是无共的。对啊，所以可能有人都为着钱啦，讲较白当然是为着钱才会去做工课啊。大家嘛拢安，天气这热嘛是想要做兵，毋是即个意思，毋是即个兵。嗨史莱姆，我要安怎甲你叫？我甲面当直接叫你史莱姆。嗨史莱姆，较早欢迎你来。食饱未？大家食早顿，煞袂去甲大家问，大家有食早顿啊未？今日敢有啉咖啡？歹势，我头拄仔无看到迄个头拄仔无细字饲到迄重点聊天室，所以有的人还无看。0287 Yo my friend， 你是有看我伫 Sylvia 遐的迄个家己说敢算 ON 的迄个影片上。0287 my friend， 你较早欢迎你来。早顿店拢无开。是安尼无毋对啊！早顿店拢无开会使家己传啊！大家拢已经早就知影风台要来啊，应该是有买一寡物件啦。应该袂讲迄个物件拢无准备啊！今仔日才咧想讲无物件通食，
应该是袂安尼啦吼。这边袂讲大富大贵啊，毋过袂枵死啊，对啦，应该是袂枵着。嘿，通常啦，真正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就是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应该嘛是军人先食，嘿，爱食饱才有法度做工课，这定定的，这一定的，当咧食吼。哇，恁厝边早顿有开足平的呢，足平的呢。我早时有出去啦，我早时因为今日火社嘛咧上班，足辛苦的，因为伊病院嘛，无法度，都一定爱有人去，所以伊是会去，毋过会有迄个迄个做啥补血补假，都有迄个后会会当补安尼，毋过伊还是去，所以我就今日有赛车载伊去病院，我顺续伫路面看的，迄个我看到迄个早顿店拢无开，毋过阮遮菜市仔有开，竟然是菜市仔有开呢，毋过我今日早时出去真正透风落雨呢，透风落雨就嘛算是风嘛真透，雨嘛是有算淡薄仔粗，有淡薄仔粗，所以人家讲遮个人过来迄个。菜市仔排档嘛是足平的，足平。毋过真正有足侪人有去交关，有去买哦，所以应该是有趁着钱，无讲迄个白了工安尼，来煮红台面，红台面大家迄个独门配料是啥？对啊，红台面应该是足侪人红台的时阵这么多废话，当然是红台的时阵咧食的，两味果注意搞早欢迎啊！刚稀里糊涂吃完早餐，冲回房间看直播。哦，你是袂伫房间内底食早顿的迄款人是？哦，有的人较卫生，我较无卫生，我会伫房间内底食早顿，歹势。傻瓜荞麦面、煎瓜能这啦的楼骹嘛有开所以其实足侪早顿店拢有开哦，拢是想要趁钱。你看大家为着要趁钱嘛，是真侪人拢真拼。还有我爱搞早环境，足久无看伊点，因为我足久无开。就因为哪上班哪做兵的，哪做委托，真是哎呀，但是淡薄仔忝啊，有时啊，就变做一礼拜，敢若会当差不多开一台就无法度啊，连个传泡面，总会当讲3顿拢食，昨已经食2顿，哇，敢会食伤济泡面啊？有淡薄仔伤济呢。你泡面敢有传无共口味的？应该有啦。传无共口味的啊，传日本的啊，传迄个台湾的啊，传迄个印尼的啊，拢食看卖，有通好换一个，可能番薯较袂鲜。风真透，头家敢有面臭臭？应该是无，应该是无。因为阮是确定是迄个放假啦。若是讲迄个是要爱找人去上班，逐个人拢无要上班，这真正会面臭臭。毋过真也无法度。高雄风雨较少原来头家面臭真正常，无通开店，收入搁爱互员工薪水。毋过我的公司就是迄个做啥？风台天阮遮无开，阮遮无开是无薪水的呢。阮遮我看若像是讲规定是讲下当安尼啦。我看迄个法律规定，我若无看毋对，是讲风台天下当放无薪水的假。对，遮当生，做员工的敢若安尼，敢若头家安尼真当生，有做有钱，无做无钱，是安尼无毋对，是安尼无毋对，减一工就是减一工的迄个收入无毋对啊。错的位列甲数的位列，敢有算无共口味？应该是有算啦。你是安怎毋讲迄个汤的甲焦的嘛算无共口味？敢安尼？毋是威力送甲我食汤的，等下这我来调查一下。邦桥遮有风有雨哦，邦桥有啥物？邦桥是毋是逐年迄个耶诞节的时阵，拢会有啥物耶诞城？请问阿铁啊，你对即个新北欢乐耶诞城有啥物看法啊？
听讲邦桥人拢做讨厌嘿，这敢有影？这敢有影？这我有听过。我食过也是拢包所以头家又讲爱付薪水啊，原来是安尼。嘿，来去见左省，敢是读左省？敢是左省？我袂记。这敢是香港话？那会晓的人会当甲我指教一下。莫讲迄邦桥人会举倒小台，这严重哦，这严重，真正做讨厌对无？我知影啊，我有迄个，我有朋友是伫台北读册，伊都讲伊迄阵读册时阵，伊拢爱坐，叫做啥？拢爱坐迄个捷运，拢爱坐捷运去，伊若像住，毋是若像，伊就是住邦桥，伊住邦桥，伊讲伊逐工去上课，拢爱坐捷运去台北市，读册。伊讲迄阵就是，伊讲迄阵就是拢迄个做啥？迄做放学了要转厝，就会拄着迄鸭蛋城就一堆人拢徛伫遐，伊要转厝就搁爱徛规半步，真正会受气。我毋知啦，惨啊！你真拉不走去迄个新北鸭蛋城啊！这就是互外地人咧爽的啊，敢是？我嘛有去过呢，这就是外地人去佚佗啊，在地人足辛苦，足艰苦安尼，在地35年，顺天然无添加，自有迄个物件以来，10年拢咧掠讲，是毋是愈办愈大？我会记得伊10年迄个，我会记得伊10年迄个围起来迄个地盘拢愈来愈大，就是讲迄个，叫做啥？占地愈来愈大，互人困扰的迄个程度嘛愈来愈大。到底是咧创啥？我嘛有去过没？毋过我较普通。我迄阵去是因为有迄个免钱的迄个演唱会，迄阵美秀集团有去唱，我就有去看。就安尼非常的无聊。自细汉听着鸭蛋声，偌讨厌偌去倒。对啊，细汉伊敢有遮？伊敢有遮侪年啊？我毋知。后来几档都无人赞助，就变较细。原来是安尼，我叫是迄拢是，我叫是迄拢是远东，我叫是迄拢是远东咧赞助的。所以后来无一定是。你今年就住捷运宽线顶，旧年还袂牵乌多摆是足痛苦。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旧年你拢坐捷运坐捷运出来，就拢爱甲人伫遐相客甲足痛苦的是。会当想象。因为我嘛去过，我去的时阵，我就是负责互在地人痛苦的一份子。邦桥人迄期间毋着逐工搭车，对啊，邦桥人，所以迄个时阵真正是逐工搭车是。而且我会记得伊迄个鸭蛋城，伊足早就开始呢。伊可能11月底是，敢是11月底？感谢你的寄付，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哇！感谢0287的赞助，请阿慧啉咖啡，多谢，随数一喙。我拄好今日早是有买咖啡，对。虽然讲早顿店拢无开，毋过超商拢有开，非常的大心。超商的店员嘛真正是辛苦。今日我早顿食超商的，加在你毋捌去过，你会记得上早听到是2011，还是2012？天啊，住车头附近，本来15分钟行咯，徛伫捷运站1点钟，有够恐怖的，伤撼啊啦！这真正会受气呢，这绝对会受气啦！原底真紧就会当迄个去，你可能若是要去上班，还是要去买米，还是要创啊？哇！结果就变做爱了1点钟伫遐，这真正绝对会受气呢。我嘛是甲牵手来不去过新北鸭蛋城，迄嘛是真人的，应该是
即马回想起来，应该是无拉布啦，已经无爱啊。话敢是安尼讲？哇，互你问遮深，哎哟，遐本底就交踢，迄2个月愈严重啊。哦，遐本你是讲车头附近原底就交踢咯？迄准备交炸环境，准备环境你来，你食早顿啊袂？带伊啉来迄工，毋是迄工，带伊啉来迄当就趁2点钟，哇！又去过新北耶诞城，佮讲拢是目屎啊对，佮讲到伊个拢是目屎啊，为若要讲透气，目屎都飞袂离哦。哈，今日 U bike 无啊？是因为风台天啥？因为风台天所以无 U bike 敢是？啊？哦，有安尼讲呢？毋通甲牵手去的分手？哈？这是歹势咧拍的？敢是真正有即个传说啦？啊是迄个邦桥的在地人为着考考大家莫去，才编出来的。到底是安怎呢？到底是安怎呢？啊，毋过安尼听起来，上无我甲鸟味口水，拢真正去过拢是真啦。这有科学根据，敢有影啦？邦桥人莫甲我骗呢？敢有影？真正假的？放假邦桥中永和，逐工上下班时间拢读。哦，啊上下班时间了后，佮有加班时间，啊佮有迄个放学时间，啊，就变做迄个一路读甲，读甲，毋知影几点对吧？莫啦，搞早环境起来，食早顿啊袂？风台天。敢有应该是无出门，敢有穿早顿啊，先转嘛是要去过耶诞城就买分手的，哎哟，真正有科学根据，啊，这科学根据到底是啥物？我做想要知影迄原理的呢？我即摆非常的好现，做想要知影，知影，所以想要分手就会使去，做想要甲对方分开，啊，煞讲袂出嘴，毋知影要安怎办的时阵，就招伊来去迄个新北欢乐耶诞城，互你的迄个后摆无伊的故事拢足欢乐的，欢乐毋是欢乐啊，佮无去过耶诞城，所以迄是街头的活动消息，迄是甲一个迄个，迄是甲邦桥车头附近拢围起来。啊，附近的迄个树啊，顶面拢斗足侪电火球，光甲要死。啊，无啊，讲有偌好看，我也感觉普通。敢袂当安尼讲啊？我即个外地人去遐，啊去迄个，互迄个邦桥人作困扰了，佮甲嫌甲安尼。我救人哦，第三个分手的样本出现啊！耶诞城去，女朋友通常拢会真欢喜翕相。咱朋友大部分拢会配合，啊，愈来愈忝，到后面双方的精神，拢会愈来愈挡袂牢，啊，附近就无，附近无会当休困，嘛无会当连面食饭的所在，啊，原来是安尼，嘛是真怀疑去遐客人敢有浪漫，对啊，想客啊，就无迄个浪漫的感觉，应该是爱去迄种。较袂当遐济人遐济，你要翕相嘛，真歹翕相呢。淡水的情人桥嘛有，是毋是网络顶面拢有流传足济？就是你若去的，你若去的有可能会分开的一寡所在。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这其实是真正是有科学的根据，参中华。八卦山的传说共款，因为这几个位拢正讲无聊的，你去的人转去就差不多头北山啊，竟然是安尼。对啊，我头拄仔是真正就是真心的向大家分享，我甲迄个耶诞城嘛是真正无聊，就插一堆电火球伫遐啊。你讲适合翕相，嘛歹翕，因为人真足客，啊你安怎翕就翕着别人，所以真。歹翕，我迄阵去，我搁讲，我有时爱讲，我迄阵去，我主要是为着看迄个美秀集团伫遐免费的演唱会，我一开始看迄相片就甲看起来
无趣味。我是为着要去听演唱会才去的，哦，鸟美国水迄阵前日嘛，只确实是一直要翕一堆相片，只翕甲会烦，原来是安尼。指南宫嘛是一去就分手，哦，干嘛呢？什么奇怪的设计去甲高雄关公好无？这你爱甲咱万安尼讲啊？毋是，邦桥毋是一贯的，你爱甲咱友谊讲啊？金针桥无确定，邦桥听着去的大概8成拢分开，哎呀，8成足悬的呢，这个生存率敢若2成尔。较早 I see fire orb， 哦，你号做荒北 ，OK， 欢迎，我哪会记你哪像看过你的名？较早欢迎你来，因为我足久无开台，所以开始有甲大家愈来愈青分啊，安尼袂使。今日的放上主题是教观众想要分享的时阵，才去到，毋是呢，毋是安尼。今日主题是无主题，甲大家小就是开讲小质问所以大家凊彩开讲拢会使。中华大佛斩桃花，敢是真的？这敢算是斩桃花？这我毋知。除非拢台湾文化爱好者艺术家介意爬山迄类无甲爬去倒受气，爬去你倒受气是无着气甲对，就是我毋知啦，我约会无介意爬山啦，啊加在会社嘛无介意爬山，阮拢做讨厌爬山的啦，做忝的呢。无排除讲若听到恁朋友的伴侣要去遮个所在，你会去使人去找，敢着安尼？敢着讨厌甲安尼？这是啥物不可饶恕的罪过？啥物高雄南部小公主来啊？咧讲高雄观光设计甲真好啦，推荐大家去南北故宫，推荐大家去南北故宫好耍个趣味。故宫哪像我顶回去的时阵是国校仔的时阵，哦，我真久无去。故宫是倒位好耍？介绍者，南北故宫所以是有2个所在对无？敢是？一个伫南，一个伫北，敢是安尼？袂记。这甲迄个故宫博物院敢是共款的？南北故对无？是吼，对啊，分做南院甲北院安尼。创啊，这个即辈大兄伊某就是安尼找，煞去互恁即辈大兄带去。所以是因为爬山。伊甲伊进前做伙的人爬山爬甲分手，了后才熟悉恁即辈大兄，敢是安尼？哦，趣味，听着故事啊，听着故事就敢若做有趣味啊，连中华大汉的，包括山兄正讲，大概拢灵哦，敢有影？是创即讲的是伊去八卦山，互迄个大佛。斩桃花，敢是？厉害！先转做想要去故宫南院，我顶回去是国校，我真啥物拢袂记啊，完全袂记啊。一个伫台北，一个伫嘉义，原来是安尼。双溪是北院啊，嘉义的是南院南故宫。原来。指南宫啊，互你做斩桃花。哇！所以去指南宫的分手，其实是因为伊会替你把关节，是吧？会替你把关节，就是无好会甲你斩掉。感谢安尼。即摆才发现背景的迄个这啥？迄个水汽，毋是你目睭花。对，这互大家一个透早咧泡茶的气氛。是泡茶哦，毋是咧泡汤哦，毋是咧泡温泉。互大家一个透早泡茶的气氛，这真正是有水气的。对，这个叫做啥？外口落雨淡薄仔寒，咱会使好，互伊迄个较烧落。
哦，是因为你当兵无爱情侣，伊的问题毋管有好无，哈是安尼哦，是安尼哦，讲莫去指南宫，会使改去赶快是读指南宫上无会付钱，哦，遐是迄个做侪人去求财的所在对无？迄我无去过呢，我嘛无去过，即摆故宫的主题拢真活泼，导览嘛真专业趣味。商品嘛真有价值，唯一的缺点就是交通拢无介方便。哦，原来是安尼，好，我以早袂记啊，迄真小细汉。我以早国校的时阵，我迄个国校的时阵会去嘛，是因为校外教学，嘛是因为校外教学，所以就甲咱遮的学生仔拢捌去，敢有说捌去，都捌去，CD。迄嘛是凊彩看看的。对，迄个国校的时阵，对迄嘛无讲，我个人啦，迄阵对迄嘛无讲非常有趣味，所以就凊彩看看的，所以迄个有啥物导览拢袂记了。哦，你做无观音化做观音山，你做着踮指南宫路口。哦，有即个传说故事哦，原来是安尼。我穿甲安尼，就是泡温泉的样啊。是安尼无毋对。若要泡温泉会当，若要浸温泉会当搁烫。因为温泉足烧的对无？烧烫，哈哈，好歹势。哇，2028足凶的哦！后摆要带有伴的朋友去拜礼祖，你爱确定咧？你安尼是对啊？毋对啊？哇！大家爱说字吼。若是你身躯边的朋友吼，知影你有伴啊，要带你来去拜礼祖的时阵，你爱搁想一下，即个朋友敢是你的好朋友？我若毋是温泉，叫一个当主教，互大家知是要食菱角哦。这虽然这个色水乌乌看起来，敢会成菱角，毋过袂使。这煮了嘛，无多食的。毋是温泉是火锅，因为有一个火姊伫遮迄个煮着。所以是火锅啦，哈哈，多谢，多谢。有听过阿姐讲迄个故事啊，大汉了，感觉即个故事有够恐怖的，听起来确实是有够恐怖的呢。人就化做山，啊，你个伫伊顶面的，对无？伫顶面的宫，就一直要安怎讲？一直甲伊金看安尼，敢是安尼？哇，爱认真甲。故宫的藏品看了爱30年，哇，这有够济呢！哇，真遮济哦。南故宫坐高铁免费专车，应该无讲无方便哦。伊阁有专车哦，伊阁有免费专车。大家若有想要去，会使去看卖即个免费的专车的资讯啊哈。你囥我肉片、豆腐、金针菇个，莫甲我煮来食啦，喂！家己高铁站的车次较少。哦，甲一个客死人哦，原来是安尼哦，竟然是安尼哦，高铁有的车帮就是袂停家己少，应该是吼，应该有真侪拢是台北、台中啊，过来咧，过来的，过来是台南对无？敢是？死道友不死频道，真正有台北恐怖，加一寡虾滑、肉滑、奶油白菜听起来介好食啦，听起来是袂歹食。毋过这我洗身躯水呢，莫后白食啦，太高。好朋友就是安尼，是安尼无毋对啊，毋过敢着爱安尼啊？好朋友着爱甲朋友的迄个牵手拢切，拢互因无法度做伙，啊了，你就会当霸占你的好朋友。哦，原来是因为怨妒，你无想要爱你的好朋友，互伊的牵手独占，所以你爱互伊无牵手，你就会当霸占你的好朋友。原来是安尼。头等我啊，你甲我闪莫咧头等，莫伫别人的洗身躯水内底头等哦，这都毋是洗身躯水，这是咧泡茶，是咧讲啥？这是南港、台北、邦桥、台中、高雄，哇，那北部遮侪站，原来是安尼哦，所以有诶就是到台中、高雄安尼尔，中就拢无停着。
梦爸说阿慧绿色的看起来食了足健康，毋是呢，毋是呢，毋是呢，我是菜者，我是一张高丽菜伫遐敢是，讲到这好多大夫的拉电进前有来台湾，走去故宫，结果工作人员无先查，想要看迄个上出名的白菜甲萝卜，结果拢无看伊啊！哇，安尼干来当看别项。这个就是拉电的最适合的这个行程呢。伊嘛是算安怎讲，较专业嘛是较伫艺术方面的对无？有影。这是暗恋家己的朋友，我毋知影，友情嘛是会当有怨妒的啦，嘿啦，我无黑白讲啦吼，无一定爱迄个恋爱才会当有怨妒啊，对无？迄个友情之间有时嘛是会有即个怨妒的成分啦，友情当时会变做爱情，这咱都毋知，好，莫个黑白讲是咧。原来袂一定食啦，洗身躯当做是浸温泉，另外煮火锅。结果是敢若有阿聪阿姐是正常人啦。对呢，你会当若浸温泉，另外搁煮火锅呢？是安怎？无规定讲一定爱伫共一窟水内底搁浸温泉，搁煮火锅啊？无安尼规定，原来敢若阿聪阿姐是正常人，我拢无想到会当安尼。哎哟！我拢互迄个观众朋友带歹去啊！原底无邦桥甲台北是为着要三体合一才去的。所以原底干若要停南港是哦。对啊，因为我知影迄个高铁伫台中嘛，无甲台中车头直接同一站嘛。伫倒位啊？我会记你伫嘉义啊，伫高雄是毋是嘛？拢无甲迄个家己车头，高中毋是高中，高雄车头嘛拢无直接合一安尼。毋过是安怎邦桥甲台北就有，这我毋知，还是讲这就是北部的这啥？北部较好命，敢袂到直接安尼讲。啥物啦？绿色食起来健康，家己会当摕去做工艺品咯。偌有经济，价值爱加种，加种啥啦？绿色长角蔬菜，毋是安尼。友情变质，即种的故事嘛是介好看，即种的 CP 嘛是介好食。会头问着了，安尼温泉浸落，就是泡的，哪像袂当讲毋对，毋过毋对。三大人气宝贝，迄个白菜啊，白肉毋是白肉，迄个控肉，敢是控肉？白菜迄块肉，搁有迄个毛公鼎。对啦，毛公鼎嘛是介有名，毋知影内顶敢有看到毛公鼎？看迷宫饭，宝箱怪应该是，想妖怪应该是无毒的，食到袂有代志。毋对，迄拢是错误的知识，大家毋好学哦。啥妖怪是袂使食的，袂当食的哦。原来今日是料理台，毋是安尼。友情万多，同人文素材，开始做笔记啊！好，请恁去写。迷宫饭的啥妖怪看起来做，真正有成一摆。真正有成，看起来真正做好食的。毋过，实际上的啥妖怪毋是安尼哦。原底地无够大，爱有停机场所以才位下骹去原来是安尼。对呢，因为北部哪像拢一定爱地下化无拢无位，迄个拢真伤客啊，拢无所在去，搁去一寡足占空间的设施对无？原来是安尼有理竟然是安尼，啥物啦？啥妖怪？外口的箱会当做火锅的容器，真是有够方便的哇！这着甲迄个有个人咧食迄个蛤蟆的时阵，会甲迄蛤蟆的壳当做是汤匙仔来啉汤共款。囡仔人拢会安尼对无？我细汉时嘛是安尼，大家应该拢有这种经验对无？我搁会摕迄个硬菜毋是华语叫做空心菜，因为伊正中就空的，就空的，
我细汉时阵会摕硬菜当做树讲来啉汤，足无聊诶。就是用箸甲迄个硬菜硬起来有无？啊，就当做树讲伫遐树，有够无聊。弟弟，嗨，我今日咱叫你弟弟。初见，安高早，欢迎你来。我的放送有时拢讲台语，讲真济，会使来听看卖，耶！即文泉边仔煮火锅，感觉足危险。日本人算过迄茶骹仔，放温泉顶铺咧，放酒达啉，感觉嘛是足危险。像应该是会当改啉茶、啉咖啡。哦，因为迄个迄个啥？那像我会记你讲迄个啉酒袂当落水啦。讲迄个游泳池拢会有规定啊，拢会讲迄个你若食酒醉，你若啉酒醉，袂当入去游泳池。我想这应该共款理路，就是你若毋知呢，感觉淡薄仔危险啦。醉的时阵伫水内底，感觉就会搁较危险。然后早你好，抱歉不会台湾看有啊，不要紧，看有就好，看有就好。你会当用任何你感觉舒适的方式来聊话，拢会使。看你是要拍台文嘛会使，你是要拍空二的嘛会使，你要直接拍中文嘛会使，拢会使，自由，当做甲朋友开讲就好，欢迎你来。无毋对，咪讲反的，想要妖怪甲阿辉毋是共类的，对，迄是电视内底的，迄个大家莫黑白二。普通的想要妖怪歹对付，若是升级版的想要妖怪变做重伤啊、铁伤啊，等对方失去节奏力的时阵，会使直接拍开，内底倒汤头米酒，下骹放茶点火直接煮，有够过分的。原来我的身躯就是我家己的迄个，就是啥？原来就是我家己的迄个煮食的容器，敢是安尼？弟弟啊，这敢你朋友？敢是0287的朋友？竟然是安尼。讲到蛤蟆，顶个月去火锅店食甲吐煞无吐了的，店员互你骂甲臭头。哇！所以是迄个食着的时阵，内底拢是沙哦。这真正食了会真无欢喜。浸温泉迄个火梗的，要安怎讲？血管扩张，啉酒你有可能就会搁较会醉，啊，可能就会饮死。原来是安尼，对啊。我敢若知影讲食酒醉，你就是袂当去耍水啦。食酒醉去耍水，你真有可能就无细致就饮死啊！足危险。打意大利文也可以，会讲唱意大利歌要去学意大利文，毋是安尼。我无要唱。哦，索尼咪，毋是。这条嘛是经典，毋是哈？下锅煮成黑的哦，你是另外个点，可能就是伊个有一半的迄个蛤蟆啊，蛤蟆煮落就开始变乌的呢。哇，这有够严重，这是偌济沙啊！这到底是偌济沙才会安尼？这真会生气，安尼规鼎就免食，规鼎就无法度食啊！这安尼毋就是爱换一个，就是要安怎讲？爱直接换一个新的，无要安怎？无你无通食。可能有见过，若无见过，即摆熟悉嘛无换啊！好，来欢迎大家来我的频道交朋友。拢会使，真欢迎大家。是真用树讲啉过汤有够好笑。细汉迄时放学，爸爸带你去三商。三商牛肉面做好食的三商，像讲摕树讲树迄牛肉面汤，然后马上汤着。这有够好笑。哇，你直接结晓走人，毋是走人，你直接结晓就转去。那我可能会请伊，就是换一个新的，无我就讲我有付钱，无食着，我会搁较袂爽。当然，逐个人的办法拢无共啦，好啦，安尼你嘛是对因真好，你嘛无叫因换新的，就互伊准拄煞，我感觉你嘛是对因真好，
对，那我就会讲我付钱我无食着，我无法度。哦，你甲经理讲了，就直接讲你袂过来啊，嘛是一种方式，嘛是一种方式。哦，说的咪哦，我啥物拢无，敢是安尼？啊，佮有安尼哦，佮有安尼解释，即个版本我无听过。然后过2-3工看动画怪劫，做罗你毋知安怎读。因我着买武人客，开拉面店，拉面做中方。拉面的迄个面内底拢是中空的，啊，拢是中空的啊，人客素面就连面烫着，哇，这个有够好笑。原来硬菜就是空心菜，啊对，硬菜就是空心菜，无毋对。不要台湾不要紧，豆豆听慢慢学，总有一日会晓。你若定来看阿辉的放送，你就会看到开讲式，足侪人拢拍台文，啊，你若看久，就小可会晓。豆豆来，你嘛是会叫伊换一点，毋是有开钱也无的问题，是我枵对啊，我嘛是安尼。我会想讲，我已经付钱，我会枵，钱我爱食物件，对，用菜无毋对。虽然母语是台语，啊，毋过你是敢是福脑客？敢是安尼讲？哦，原来是安尼。安尼你敢会晓客话？其实我一直都想要学客话，啊，毋过我一直就是我生活的环境较无接触到迄个客话讲甲真认真的人，所以我一直较无机会练习。虽然我大学的时阵有去学一撮仔，就真正一撮仔。大学的时阵有小可学一撮仔的客话。啊，毋过落尾拢一直无机会定摕出来练习，所以就较无自信，较无自信。去甲拢饱哦，原来是去甲拢饱，哇，安尼真无法度。对，有啥真去甲饱的，真正就会食袂落。这我嘛是真有经验，常常咧受气。会当听大概啊，讲袂认得。哦，原来是安尼。若是要叫我听足济，我可能嘛听无啦。啊，毋过若是听一寡生活中较定出现的，也是我听过，我上课的时阵有学到的，我可能也是小可听有。啊，若要叫我讲，我嘛是惊。会听伊讲一撮仔，毋过真无认得。啊，这无法度啊！咧，大家拢自细汉都拢较无环境讲，毋管是讲台语还是讲客话，拢较无机会讲啊。啊，若无机会讲，当然都袂认得啊。这嘛无法度。透人一出世就会晓的，对无？这大家若是有想要练习，才豆豆仔来就好。啊，若无想要练习嘛，袂要紧，就来听我的台就好。来听我就真欢喜啊！是的，我想看卖哦，最近敢有啥物趣味的代志？哦，头拄仔讲到迄树讲对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做咖啡厅啦，就是迄阵咧做咖啡厅的时阵，就真正。才知影讲，我原底嘛无想过即个代志。阮咖啡厅若是人客点冷的、点冰的，拢会当互伊速，会互伊速讲安尼。啊，毋过伊若是点烧的，就基本上就是莫互伊速讲，因为阮会惊讲伊速讲，伊用速讲家己速了烫着，伊会过来怪讲是阮的问题。真正会安尼呢，真正会安尼。啊，毋过就是。伊若真正坚持讲伊点烧的，伊搁要爱速讲的时阵，就爱甲讲，安尼你爱注意哦，你爱细致哦，可能会做烧的哦，甲因当做红圆仔来照顾。客话完全袂晓，头拄仔是讲台语，哦是讲台语，客话可能真侪人嘛是完全无机会去学着，对无？像讲我嘛总想要学原住民语，啊，毋过我生活中都是真正拄袂着，都真正拢无拄着。迄个会当甲我用原住民语甲我讲话，我嘛无度甲伊对话。啊，毋过我若想要听人用原住民语讲话，我嘛无机会。客话颠倒是要搁较有机会啦。赶出去对啊，当然是爱甲赶出去。伫遐迄个怪天怪地怪东怪西，真正是拗客，真正是拗客，无毋对，完全就是拗客。真足济啦，真足济啦。
调工搬去苗栗几若当，就是为着要有客话环境。哦，结果你煞搬去做桥，遐嘛是代志较济。啊，上无你离北区苗栗个，上无你离苗栗个别个所在有较近啦。应该是要是加减有帮助啦吼。恁内嘛会晓客话台日普通原住民话，哇，听起来足济呢，听起来足济足厉害的。哦，啊去部落生活就有机会会当练习原住民去啊，是安尼无毋对，是安尼无毋对。啊，毋过这应该嘛毋是讲凊彩想要去遐生活就会使啊。应该毋是安尼吼，可能是爱伫遐有朋友，爱甲你带朋友兜，敢是安尼？敢是去带原住民朋友的兜才有机会。毋过若是有即个机会，听起来其实嘛袂歹呢。好要去恁部落生活看卖无？等我死头路才来考虑。啊，我爱先死头路，才来嘛会当伫遐上班。哦，好，后摆我若阁想要找头路的时阵，凡说会使哦，凡说会使考虑者，听起来趣味呢，听起来有够趣味。这会当真做人生内底真趣味的一个经验呢。真正等我，哇，要做的代志阁加一项。这听起来袂歹呢，应该大家迄个一世人当试一届。较早有真侪客人去花东做生意，就会晓讲，哦，原来是安尼，有够远，哇，厉害！啊，好，我来想看卖最近上班有啥趣味的代志。上班拄着趣味的代志，其实普通啦，毋过真正足侪人客，毋管是我之前做咖啡厅的时阵，还是我即摆做即个头路的时阵，人生倒倒无后悔上好，有影，对啊，就是趁迄个趁腰活的时阵，加去做一寡趣味的代志。上班本底就无趣味，是安尼无毋对。对啊，上班原底就无好耍，我搁爱找好耍的代志，甲大家分享。要是有啦，就是迄种拄着奇奇怪怪的代志，就念念随甲写起来。放送的时阵，就会当甲大家分享。骂互大家听，无啦，无甲遮严重啦。进前伫咖啡厅的时阵嘛是，即马嘛是，即马即个工课嘛有即个情形，就是足侪人客吼，因咧认性别拢是看你的头鬃，拢是看你的头鬃咧分你的性别咧。这打像之前已经讲过足侪摆，对，无毋对，就是大家知影我是迄个长头鬃的查甫，所以人客看到我就拢会叫我妹妹。上班若是无即个工作性，应该是还算趣味。搁咧生气，哇，有够生气！点一杯烧咖啡加冰加这，小等才讲。咖啡厅的奇奇怪怪，小等会当讲，真正足奇怪，足济啦，小济。今日是袂倒拗起台嘛无啦，无到即个程度啦。这其实无啥啦，这其实我感觉无啥，毋过我都好耍啦，都好耍。妹妹就是无水叫妹妹。哇，真久以前有一个无礼貌的主播，哪像讲啥物水的叫美女，无水的叫妹妹。原来我是互叫妹妹，我无水。哇，这已经偌久前，这是毋是一当一个？即摆还咧讲，好歹势。这是要留长试看卖会使啊，做的哦。哪有遮缘投的妹妹？无，缘投的妹妹小等才讲。无啦，就是要算爱趁少年，要做趁有体力，无毋对，趁少年的时阵，加去体验者，你伫早顿电脑叫妹妹，袂要紧，我嘛是哦。你当有流喙鬚，就较无妨叫妹妹。我有时啊，迄个喙鬚早时抠喙鬚无抠互清气。我就讲，这我一看应该就知影查甫的，结果有的人客可能真正目睭灰，真正目睭无好，要是会叫我妹妹。伊可能咧想讲，即个妹妹哪会有喙鬚？敢有可能迄是长头鬃的查甫？有够好笑的。
哦，共款是咖啡厅的员工，应该是真捌啦吼，应该是拄着做者奇奇怪怪的吼。你有某一阵是长头长查甫，伊要入去便所的时阵，都会互阻挡。哇，安尼人嘛是做一个心的啦。你面大那磨半，什么事？少年时头长若较长，就看起来面就搁较大啊，干嘛呢？干嘛呢？长头长哦，对啊，嘛是有时啊嘛是看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款的头长的型，嘛是有安尼讲无毋对。我有一个同事，伊是短头鬃的查某，就是人会讲是 T 迄种短头鬃，得到伊就常常互叫先生，这真做好耍的，真做好耍的。对，我就是要讲这，对，就是平常时上班就是，大家拢叫我妹妹，也是叫我小姐。我若甲迄个 T 同事做伙上班，大家拢叫伊先生，毋过伊的声嘛是有较淡薄仔像查甫，所以伊本人嘛是无要紧啦，可能我甲伊差不多，我会感觉无差，叫我啥就啥，叫我阿姐我会较着伤，叫我哥哥会使。对啊，即阵就是有迄个人客带囡仔人来，伊囡仔人就是看到我的头鬃，毋知影要叫我，伊可能嘛是看我的头鬃看袂出我的性别，伊就伫遐想足久，迄囡仔人就伫遐想足久，姐姐，叔叔，哦哥哥，我就想讲，迄叔叔是倒位来的？叔叔毋免，你会使直接姐姐了就哥哥就好啊，毋免伫遐叔叔，是咧创啥？囡仔人无礼貌。是的。目睭花花，无我看做菜瓜，对，真侪人客拢目睭花花，真有影。就是迄个门顶面都有搭一张纸哦，迄张纸都有写讲这门吼爱用扭的哦，爱用扭的才会开哦。毋过有一半的人客拢会用塞的，有一半的人客拢会用塞的。你敢知影有一半的人客会用塞的是啥物意思？就是讲100%全部的人客拢是用摇的啦，一半的人摇讲用塞的摇毋对，一半的人摇讲用扭的摇有对啦。所以就是讲无一个人，无半个人有咧看字啦。太搞早，微微圈哦，我要哪甲你叫？还是我就叫你微微？我敢是叫你微微？搞早欢迎你来。想着你的唱歌老师嘛是长头鬃的查甫，毋过伊生甲足歹的，无互叫妹妹的问题。安尼代表我生甲较要安怎讲？较有气质，敢是？敢是安尼讲？你甲真人手牵手做伙一起去找面所嘛是会互阿爽，嘛是会互阿爽挡落来。这应该足侪人拢有即种的困扰对无？足侪人拢是看迄个头鬃的长度咧认性别的。阿玲红主动是较无，毋过别人就拢会顿底者。干嘛呢？迄个 T 同事敢独身？你要创啥？无，伊即有女朋友，而且伊的，我敢袂当讲遮。伊即马有带伊的女朋友同齐来上班，因拢袂黑白来啦，袂安怎啦，就是正常咧上班安尼，因就是拢做伙驶车来，对因来讲较方便，所以因若有上班拢做伙上班，无独身哦，免孝相哦，免孝相哦，真侪阿姨嘛是迄个即种低头鬃对。我即马嘛有上班的时阵嘛有拄着真济，就是因可能安尼较好整理啦，对因来讲较方便。我看嘛袂歹啊，因为长头鬃真做热的，长头鬃真正做热的，所以我支持任何的人，若是感觉头鬃伤热，拢会使去加短头鬃哦。莫管别人讲迄543，家己舒适上要紧哦，无你着刷你着食力咯。啦，秀气啦，对啦，我是秀气温柔的主播。逐摆看到外版的相片，拢甲阿母讲是安怎无遗传互你？传统的迄个瓜子脸留言的，原来是安尼。去一阿辉的 CD， 优秀敢袂当讲迄个人的迄个外表会使啊。我有听过安尼讲，讲你生较真优秀呢，有安尼讲。
嘿，阮的阿辉奉上毋是联谊交友社，嘛无讲袂使，嘛无讲袂使，啊，毋过无要介绍，无要介绍我的同事，互大家熟悉，无即个部分。嘿，我都到长头章的人，敢是因为伤热？真正做热的哦，真正做热的哦。嘿，搭一张纸讲叫店员阿姨，迄个速度会变慢嘿。好，安尼我嘛要搭一张，讲迄个若叫我叔叔，我速度会变慢。爱呢。哇，长头章已经无即款问题，无头章啊！喂，哇，真正是爱趁少年呢。各位查甫的，恁听我讲，恁若想要留长头章，恁着爱趁少年哦。无你若甲中年，你就无一定有头章哦。我嘛开始咧烦恼，加在我已经有留长头章啊，我有体验到啥物叫做热到要死，搁有吹头章吹足久的即个感觉嘿，推荐互大家试看觅。哇，哪会安尼？嘿，声音有较细，可能我开始咧忝啊。有。或者啥，若后还无完全好讲嘛，讲甲真认真，莫讲遐尔恐怖的代志，好，这就是这个啥大人的话题呀。头前短后面长的迄个即种的头章型嘛是做热的，爱拔个无度拔着，我即马就是拔袂起来的即个长度，真正有够热，若会当拔起来会较好淡薄。你阿妈拢说到半边山，算是不利落短发啊！你敢是讲就是一半是小短，一半是就是非常短，啊一半是就是小可长的即种。迄足酷的呢！我之前嘛有加过迄种造型，迄袂歹。啊，真正就一半凉凉，真正会个一半凉凉。当加了的时阵较有感觉。真正会甲一半凉凉，啊一半较烧做，较烧热淡薄，真正会安尼感觉，啊毋过就尾，迄是当加了会有感觉，啊灌洗了嘛普通，头毛个长个坐洗了爱吹，真做做啊，尤其是热天的时阵，真热甲要死，啊我爱保重身躯，我尽量我小等就来困。无，我小等爱赶我的胃痛病，无我都搁困啊，袂当搁困啊，搁困就做袂了就惨吧。好，我去查看觅，我来查看觅。甲我想的无共，我计是迄种足特殊的半屏山发型，半屏山。哦，即种的哦，这敢有算短头章？这算长啊？哇，这有一个时代的气氛，作为迄个感觉的呢，七档八档进前是有留过会当绑一个小毛尾的长度，毋过顶面甲头前迄时就无头章啊，我嘛差不多搁无几档啊啦，因为阮老爸嘛是，就是迄个基因，大家就是看家己的老爸老母就会小可知影。阮老爸头章嘛是落甲真严重，所以我真正不是迄个，我洗身躯了拢会看一下家己的迄个额头，看我额头哪会愈来愈悬。我头章哪会愈来愈少？会惊啦，真正会惊。我搁摇摆嘛无几档啊，所以真正趁即马爱要留长头章，赶紧留咧，后摆就无通留啊。这边拢短头章免烦恼，嘛无通选对无？应该是拢爱短头章的。半屏山发型大概是70、80年代，对啊，有淡薄仔迄个，有淡薄仔年代啊。阿嬷是顶面，阿嬷嘛是真色趴，上长到颔棍，到颔棍应该就无算短头章啊啦。
应该啦，应该无算底头鬃。我毋知逐个人对底头鬃的迄个标准拢无共，像讲阮迄个阮公司嘛是拢会有迄个 Google 的迄个评论，就是人客拢会留话讲，对一个人服务态度足歹，对一个人服务足好。啊，迄个阮迄个 Google 的迄个评论有时啊，有人写讲，迄个底头鬃的查某安怎，啊，即个时阵咧，你着爱看啊，迄天是倒一个人上班，迄天，这敢有算对？应该无，我就是咧描述这事实，就是迄天我迄个迄个同事，伊若是有上班，底头鬃的查某应该是咧讲伊，啊，迄天伊若无上班。人咧讲的底头鬃应该就是无甲颔棍，应该就是差不多到迄个下巴安怎讲？对，迄个标准是完全就是看天敢有上班，敢是安尼讲？对，伊若无伫的时阵，大家对迄个查某人的迄个头鬃的标准就会形象就会变无共啦。我感觉真趣味，我感觉真趣味。平拢是讲底头鬃标准，会害啦，对啦，会害啦，对。标准非常的无共，迄天天若无上班，迄个底头鬃就是讲甲下害，或者底头鬃，死滴。哈啦，头鬃足济，莫若无即个问题，好哦，伫遐等。后壁老长是为着要救来看你的额头啊？敢安尼？敢真正安尼？敢真正安尼？是为后壁安尼批，还有在披伫头前安尼啊？哈，用笔甲要去定做假头鬃咯，嘛是啦，假头鬃嘛是一个选项啦，嘛无讲袂使，嘛是一个选项。对啊，讲到这奥客吼，我想咧杀片，我感冒真无好。讲到这奥客，我都有足侪通讲诶。奥客真正足侪通讲诶，真正足受气诶。迄阵我先讲无遐受气。阿勇下头是下头，敢无讲额头？额头是额头看月娘安尼。下头下头，多谢阿勇诶补充。下头才对 ，OK。上久无全台语甲大家开讲，真正有诶就开始会讲毋对啊。真正是爱加讲，真正是爱加讲，嘛考劝大家，真正是爱加讲，无就会唱歌安尼好无？讲较倒位，OK 就是互伙紧变去的迄种，有诶呢，有诶真正会足受气呢，有足侪无共诶受气诶程度啦。我先讲好笑诶啦，我之前拄着一个足好笑，就是阮同事伫遐无闲，真正足无闲，就是咧处理一寡足麻烦诶代志。迄阵呢，我感觉吼，你若是有咧观察。你若是有咧观察人诶，咧创啥诶人，你就会看会出来伊足无用。迄阵阮同事就咧无用，我迄个人客就一直想要问伊问题，而且是问讲无讲足重要诶问题，或者就一直想要甲伊讲话就对啦。我迄个同事就嘛算是真有礼貌，好礼啊，甲伊讲迄个无法度，我即摆有淡仔无闲，我无法度哪听你讲话，也是我小等者来听。结果迄个人客就讲，无要紧啊，你做到诶，你会使啦。我想我是会当安尼哦，人就甲你讲，伊无法度啊，你都直接讲，袂要紧，你做到，你会使。直接讲，你一定做到诶，你一定会使。我竟然是会当安尼，对，非常的好笑。之前有看到有人甲处理动物判诶猫变伫家己诶头毛顶面，有安尼会当安尼哦。这敢算是接头鬃？恁外口这雨泼甲大声，甲听袂着，甲讲话我嘛无法度搁较大声安尼，我差不多就敢若会当只尔大声。上久无讲会袂记，真正会。大气上着寒，小气煞半碗。有安尼讲原来是安尼。我敢若知影气势严无伤。OK 上讨厌的是因佫无犯法，无直接会使拍。毋管照拍敢安尼，阿玲拢安尼哦。看阿辉放上连拍台文，会使啊。
会使豆豆练习，嘿，你嘛会使来我的迄个 Discord 的迄个 server 内底有迄个台文的保护区，嘿，专门互大家拍台文的所在嘛有，你会使伫遐开讲用台文开讲，会使，嘿。用宝的奥客嘛是头一摆看着，对啊，用宝的就直接讲啊，你会使啦，你做够的啦，然后就继续讲伊要讲的，呵，竟然有即招，嘿，害成月，搞早欢迎，食饱袂讲食早顿啊，欢迎你来，嘿，啊那你来，你毋是搞对啊，就是讲好，你是会当无我甲你换，无你来做，你嘛做够的，你会使啦，嘿，这样无定定讲就会袂记，而且你是家己学的 mix 版。哎呀，对啊，所有的物件拢是无定定咧做，应该都拢会愈来愈青分，拢会放袂。啊，这台语有一句啦，所说三日无柳八上树，嘿，就是讲你学的物件，不管你学啥吼，你学语言啊，你学一个专业的，学一个专业的技术也是安怎，三工无柳，柳就是学习。嘿，你三工无柳，迄个物件就爬上树。嘿，你若无柳，迄个物件就会离开你的身体安尼。嘿，咱啊就有画面的，大家会使学起来。哇，厝里人伫你边啊，原底咧讲华语，听着我讲台语，就形容册语言变做台语。哎，安尼袂歹，有时真正是安尼呢。有时就是大家拢惯死讲华语，啊，雄就是开始甲伊讲台语，讲的伊就雄会切过。嘿，有时我对台人客嘛是安尼。嘿，我若是常常注意到迄个人客，伊会晓讲台语，我就开始甲伊讲台语。嘿，我之前伫做咖啡厅的时阵，就有咧做即个代志的啦。啊，毋过即摆我即个工课拄着会晓讲台语的人较济，就搁较会当做即个代志。对啊，就是有的人客可能两个人、三个人一组，即种的人客，因之间咧开讲的时阵是用台语，啊，所以我有偷听着啊，所以伊若来，我就头一句话，我就甲伊直接讲台语，伊可能就会真自然继续用台语甲我讲，我感觉安尼是好的，我感觉安尼是，上无我上班的上较欢喜，上无我家己会较欢喜，别项莫讲，上无我爽，好无？哇，这算是有道具，而且拄啊好4个字，别项莫讲，上无我爽，这袂歹，家己做介意的。嗨，看门勿连，敢是看门勿连搞炸欢迎你来，哇！阿提拉的台语互出来人嫌甲无一个好，啊毋过你摕到台语演讲冠军，哇厉害！厉害！有时迄个咩啦讲，有时厝呢是大人嫌讲咱台语无好，就是因为因的台语真正较好咩？因可能自细汉就真正有咧讲，所以有一寡语感嘛，有一寡发音嘛，就是因真正是较自然就会当讲出来。有时是安尼。所以可能因听咱时势咧讲的时阵，就会安怎听就是怪怪。毋过咱时势讲台语的怪怪嘛，是因为迄语言政策啊，害咱无迄个自然学着台语的环境啊，所以这嘛毋是阮欢喜甘愿的啊，这嘛无法度。对啊，我相信有愿意想要讲的人，拢已经嘛拢尽力啦。你男母有够歹啦，恁好人是拢死了，哪会遮歹？毋过讲到即马就是咱即下呢，就是大家台语拢无好啊。是安尼无问题啊。咱即下呢，就是平均大家台语拢足歹。所以你若是要比赛，你就是爱赢迄个平均的人，你就会赢。是安尼无问题。恁兜附近的便当店，你确定因拢会晓台语，毋过拄着你就会切做华语声的。你即当已经坚持，逐届买拢都讲台语，讲到因已经用台语，厉害！有时真正是一直坚持，就会当有效果。有时真正是安尼，有时真正是安尼。即个我有甲号一个名，叫做平 A 大法。平 A 就是迄个叫做啥？就是若有咧拍电动，就是迄个上普通的普通攻击。有时你若是安怎讲，戆打是有效果的啦。你着做一件代志，你直酷做，你有时莫想遐济，你着一直做，上尾还是有看到效果。对，这叫做问啊好，就久嘛土嘛会淡，安尼。对，有时我的生活中嘛是会安尼做。
你去南部耍也是出张的时阵，拢是甲拄着大哥大姐讲台语，会变甲做热情。袂歹呢，袂歹呢。安尼我后回若有去佚佗，我会试看觅。对啊，我即摆嘛是尽量，迄个我若确定对方会晓讲台语，我就真正拢会想要自然用台语，上无自然甲伊用台语讲话安尼啦。毋过着上无我有试看觅啊，对方若敢有要用台语甲我应着，搁看。敢家己做幸运，上无做水电的师傅拢会讲台语嘛，一定要学台语。你真介意台语的开口，安尼拄好。我嘛真介意台语的开口，我台语真有足济，足趣味、足水，也是足，也是对即个语言有感情啦，敢有足亲切的。我嘛是真介意台语足济的开口。所以我才会想要来加讲我台语嘛是安尼，无毋对。因是会记迄个熟客的名甲。因是会记熟客的名的店，拢叫你台语弟弟，真古锥，甲客停车稳将开讲甲险啊无落车，对呢，我进前做兵的时阵，我是伫家己做兵，这敢袂当讲，好已经讲啊，好袂要紧。我迄阵做兵的时阵，就是伫家己做兵，迄阵就是放假，就是会叫客停车。迄阵嘛，我嘛是拄着稳将，就甲伊用台语开讲，真正是讲甲足欢喜，就真正人会足热情的，因为这语言可能对因来讲嘛是真，还有在啥，真亲切，中坑，我毋是伫中坑，毋过我哪像知影中坑伫倒位哦，我哪像知影哦，最近有啥物叫学台语的，再去找陈建中老师，建中老师毋知影敢有有咧看，伊头拄有出现者。反正即摆咧无用别项代志，所以毋知因敢有伫咧。我会记建中老师有开课，大家若有想要学台语，当去找伊。你若想要你若想要家己学，嘛使去迄个 Instagram 看一寡台语的口诀。我平常时有看到，我嘛会推荐一下啦。会使看迄个台南名甲你讲台语啊，还是学台语啊，就甲老师的学台语，这口诀拢真袂歹。当然，等阿辉嘛是袂歹啦，嘛是会当看陈辉子的频道，陈辉子的 Instagram 嘛是会放影片啦，会使去看下啦。甲你阿玲的大姐开讲，除了热情以外，阁会问你到底倒位人？敢是听你的腔口？因为讲台语的腔口就是有各位拢无各所在拢无相共。所以有个人听腔口，伊就会当小可晓着你是倒位的人。无，也是就会问讲，你这倒位人的腔，嘛是会有安尼。之前我迄个工课做工课，迄个阮公司的群组，就是群组拢会传一寡信息，我就有看到迄个阮做工课的群组内底有人写讲啥物很鸟毛。鸟仔的毛，声讲啥物很鸟毛，我就想讲很鸟毛到底啥物意思？看足久拢看无，结果就尾想咧，毋是啦，鸟毛啦，鸟毛讲人做鸟毛，毋是鸟毛，鸟仔是猫呢，是猫毛，不是鸟毛呢，鸟毛是猫毛，不是鸟毛，就想讲花新闻害人不浅呐，讲了啊。差足济好无？这一定是平常时较无咧讲台语，才会母毋对。鸟啊是鸟啊，鸟啊是鸟啊，迄是鸟毛，毋是鸟毛，差足济。那会写鸟毛？对啊，鸟直接变猫，我想讲是咧。你若是台北人，毋过你的台语是，尤其家己看报电视个歌去学，有够厉害，有够厉害，沙菲啊，女王高炸欢迎啊！沙菲早安，欢迎。喵毛听起来怎么突然那么可爱？迄阵到时阵古猫变高猫，那个平常没在用，真的可能就是随便写一写，所以古猫变古毛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哎呦，竟然透早真是，对啊，你今日哪会遮早？啊是要讲猫头，应该无啦，应该无想遐济，佮有中部限定的车道，到底是安怎是中部限定啊？车道应该无分所在吼，台语讲车道应该
应该逐个所在拢有食到。啊，毋过我真正敢若听过中部的朋友讲车豆安尼南做伙用，我无听过台北、台南的人讲车豆，无听过，敢若听过车倒，啊无就弄豆安尼。来说啊，就去困，好，继续困，继续困。哈？鸟头鸟的毛应该是鹅了，可能因为做汉得摕着，敢是安尼？讲你做珍贵的啦，干嘛呢？干嘛呢？哦，真正有哦，真正是，哇哦！哇，感谢16的降落，天哪，那么好！这个歌感谢你的降落，欢迎，感谢你带大家来看。那么哥今天讲台语讲足济，对啊，16的观众好像。对，16的观众是不是有蛮多，就是听有福建话的朋友，来，你会使来听看卖咱台湾的福建话，恁敢听有？会使听看卖，欢迎啊！我们16是大马的福建龙，对，福建龙，所以上次有跟16联动，然后有跟他交流一下，就是我们台语跟就是大马的福建话差在哪里？蛮有趣的，非常的趣味，超有趣的。你怎么没有扳手？那安尼，那里，你怎么没有扳手？你小等一下，请等我一下。来，欢迎降落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多听16唱歌，非常的好听，非常喜欢。对，福建人，福建人，欢迎啊！欢迎，降落安，阿成，较早欢迎你来，佮有影城，敢是影城？较早欢迎你来，既然是第一次进我的直播间，没代志，我们就是那个，我们有时差吗？我们是不是也没什么时差？但是我很少开早上的台，所以可能平常本来就很少有机会让你降落啊，没错，而且我现在都开好少哦。感谢16带领观众来看我，欢迎啊，大家。敢有吃早顿啊？有没有吃早餐呢？细汉拢甲阿嬷做伙看8点档，亲情莫计较。内底有足济迄个台语的俗语话真趣味。我有一个朋友叫伊利嘛，最爱看亲情莫计较，非常爱看。伊真正拢会为内底学到真济台语的俗语话，甲我分享。真袂歹，我看一寡较以早的8点档之类的，真正是会当伫内底学到真济。没有时差，只是那个身体有时差要去睡觉。反正怎么讲，我们都讲暗安，台湾拢讲暗安，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讲暗安，一直都去暗安，较早困较有眠，让你早点睡，比较容易入睡。较早困，较有眠，对不？即马阁想要找菲律宾的讲咱人话来交流，迄嘛算福建话对无？菲律宾嘛有讲福建话的人，有机会嘛是会当交流者，趣味啊趣味，歹势哦，我一下无好，对。我先瞄掉。这个要去困啦，暗安。小等我放上了，反正嘛来困一下，睡个半小时，困一下半点钟。我今仔日嘛淡薄忝，困了才来做我的迄个委托，还要做委托，还累哦。靠戏曲学会台语的结果，就是朋友都说你讲话像古人，还会带 echo。这无法度，因为迄个传统的戏曲内底拢是一寡用词，可能就真正是开始古早人咧用的，无毋对。我唱片 ASM 无唱片 ASM 无要互大家坐，无要紧头前，无要紧是啥意思？无要紧头前听着一丝丝啦，恁都欢喜就好，恁欢喜就好。你若是头一摆日放上日报经当咧食早顿，也是我叫你阿静好啊。
阿晶欢迎啊，欢迎你来到早餐哦，当咧食早顿。我是有食了才来啊，有个人要当咧食，会使拿听阿辉讲一寡543哪配早顿哦，敢会较好食我毋知，若无的嘛无法度。欢迎啊，欢迎你来看。对，咱讲到倒位？哦，伊就是517哦。伊就是迄个有看我的电子报啊，会伫我的电子报寄付的517，原来是你哦，原来是你哦，啊，欢迎啊，欢迎你来啊！今日真荣幸看到你，你好，而且戏剧会晓会家己会避讳啊，会转音搁较成古早人，对，有时啊，想着迄古早人讲话，就会感觉爱有一个 echo 对无？之前我伫 Instagram 有出迄支迄个游台湾啊，迄阵就有请足侪 VTuber 朋友做伙来唱啊，迄阵咱宪哥就负责念迄句在下古早人，就甲伊加一个迄个 echo， 有无加落就做迄个有足侪观众讲做迄个细说台湾的迄个感觉有无？我感觉有啦，趣味。敢会做好笑，家己真满意安尼。大家早顿食啥？开始找话题啊！我想看觅，我来看。哦，抓你会念做蛇哦，会念做会念做蛇，敢是蛇？哈，所以你讲的避讳，就是讲袂直接讲蛇安尼。我是知影有诶讲啥物？敢是讲溜啊？敢是溜啊？就是嘛是无想要直接讲蛇。哦，是安尼哦，是因为袂当啊？这我毋知呢，这我完全毋知呢。佫有即种学着。希望有专辑哦，专辑可能无，专辑可能袂做。毋过最近会有其他的 cover 等咧做，请大家稍等，我尽量7月甲迄个 cover 做出来。到底是倒一条歌，先莫甲大家讲，互大家偷偷期待一下。我上介意保持神秘，保持神秘较好耍。歹势啊，我拢安尼耍大家。我想看觅，佫有啥物好笑的奥客？哦，有足后的奥客，我袂讲，这真会生气。这足后的奥客，我连咪要来讲。就是因为阮遐足早的，阮遐迄个有分早班、暗班，早班足早的开始，差不多5点半就爱去上班，就会忝。这若轮班轮起来，就足忝的，有一摆就是我去。有一摆我就是去上班的时阵，上早班，就感觉真忝。有一个迄个算是姐姐啦，叫伊姐姐好啊，就有一个姐姐就看到我伫遐迄个哈戏，因为我真伤忝啊，我就无说钱伫遐哈戏，伊看到伊就随来讲，少年人你安尼一透早就哈戏，安尼袂使哦。我就感觉讲有够靠腰的，我想讲无你来轮班轮看卖嘛，结果落尾我迄个同事就我边仔有同事啦，落尾迄个人客走了后，迄个同事就甲我讲，就是迄个人客就是伊真正就足爱，就甲你嘛无介熟，毋过伊就真爱找人讲话，伊顶摆就是伫我迄个同事足无用的时阵，硬要找伊开讲，伊就足生气，所以伊自迄摆了后，伊就拢无想要搁甲迄个人客讲话，足好笑的。隔顿工搁有哦，即个奥客毋是干那一工尔，隔顿工伊搁来，隔顿工我看到伊为遮行过来，我就想讲夭寿，我若搁下去，就搁爱互伊嫌，所以我就迄个真认真莫互家己就是搁下去，结果伊搁行过来了后，我无下去，伊搁有话通讲咧，伊就甲我讲，哇，今日袂歹哦，今日就加足有精神啊，安尼就对啊嘛。我就想讲，你连安尼你嘛有话通讲哦，
生气，足生气的，嘿，啊，结果伊个毋是就安尼，毋是安尼尔，搁有，伊讲了，伊就雄讲，啊你敢也会真得我就想讲靠腰，你就撞迄个。互我啊，做袂爽的，我当然甲你记牢牢。我讲啊，对啊，我会记你啊，你昨有来啊，伊就真满意就走啊。讲了啊，到底是创啥？哇，建议甲整入去土内底，毋免安尼，毋免安尼。真正是吼，某人嘛是真早来去店内底啊，有时啊较忝的，互人客讲一寡有诶无诶，对啊，会生气吼。因遮个拢可能较无法度体会啦，因可能嗨夜，搁你夜敢会使夜到早欢迎你来，可能有诶人客伊就真正想讲，恁诶店是6点开门，就是6点开门，就是6点才来上班，啊，毋过其实毋是，拢爱提早去准备啦，对啊。毋是啊，人6点开店，哪有可能6点才上班？哪有可能？伊是毋免去穿迄个换一下衫啊，迄个可能有一寡物件爱洗，有一寡物件爱铺排出来，哪有可能6点开门，6点才上班？这个人实在是有够巧的呢。对啊，这个人客吼，奇奇怪怪的人客足济啦。我感后摆若有机会会使找迄个各种，会使收集各种的迄种奥客故事，啊，佮直接做一集特别的节目，就是咧甲大家吐槽安尼嘛是会使。当作是阮兜呢对啊，我毋免提早起来洗面出门，拢爱啊，拢爱提早起来啊，你是有法度讲台语，就讲台语。有一摆人客讲你讲话无国际化，就安尼你就切英语甲伊讲，伊讲伊听无，你要甲精，有够好笑的。伊讲要国际化，当然是切英语啊。无你是期待啥物哈？你讲你要爱国际化，你期待人讲华语哦？你是叫是华语非常国际化，逐个人拢听有效。我甲你讲无啦，有足侪来台湾足久的迄个。阿多甲吼，伊其实嘛无一定会晓讲华语啦，因要是继续讲英语，讲较足舒适的啦。因为台湾人平均英语能力拢真好，所以到底是倒一种语言较国际化咧？啊，非得毋是华语，夭寿，今日哪会讲较遮歹？今仔日毋是会来啊，今早呢，哪会讲甲安尼？哎哟，都袂输读书，我9点开馆，就叫是袂输迄个 game 内底9点一到，迄个馆员的自动伫迄个馆内自动出现，对啊，这个人有够天真呢，啊，我头拄仔会讲迄阿多甲安怎，就是因为我上班嘛会拄着真侪阿多甲，啊，这阿多甲吼有真侪嘛是来台湾偌久啊，台语袂晓讲，华语袂晓讲，啊，结果拢用英语的，实在，对啊，有外国人来台湾5年、10年，又愿继续讲英母语。你讲外国人来台湾真久？继续讲因母语，你是讲外国人搬来台湾，拢无学本土语言，继续讲因的母语，啊，讲甲别人其实嘛会晓讲因的母语，因就无代志。无一定是干阿多甲，我今日食变做伙来，紧走，袂当个讲啊，歹势，来，歹势，听有诶就家己听有诶去藏伫心肝内，莫讲出来，我毋敢继续讲。哇！你是拄着意大利人甲法国人用英文问你代志，啊，你用伊的母语甲伊，哇，有够厉害的。嘿，毋过我感觉这是，就是你做会到，你会使做，啊，毋过伊袂当甲这当做是理所应当的啦。嘿，就是我感觉讲你来带一个，你来到一个，毋是你原底咧住的所在，你应该要是爱学遮的人咧讲的话。你袂当就是感觉讲因一定爱会晓你的话啊，嘿啊，这个就做做迄个，嘿，对啊，就是有诶，
这真侪国家拢会有即种人呢，无一定是倒一个国家，毋过，就有个人就真正是去到外国，佮想要爱外国，就是原底遐个所在的人爱会晓伊的语言，嘿，这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嘿，即内向大部分的国家的你好，多谢再会，佮有简单的迄个网络的知识，厉害，有够厉害，嘿。猫咪古水伫图书馆拄着外国人大部分拢会晓讲华语，毋过就应该是因为看有华文才会来借说，有理，安尼讲有理，对啊，安尼讲真有理，真正安尼，真正安尼。讲到这，我嘛有想到，就是迄个阮遮，我做工课迄个所在是，定定有买物件，所以伊定定有开发票，吼发票就是有一个物件叫做载具。载具就是咱会当甲咱的发票捡起来，夹伫你的手机内底，对吧？甲你的发票夹伫咧手机内底，即个物件，我都有真侪同事，因拄着迄个阿多仔的时阵，拢会用英语甲因问，毋过因就是会烦恼讲即个载具的英语到底要安怎讲，载具的英语到底怎么说？毋知影敢有啥物较标准的翻译，还是啥物的？因就知影讲我英语算是还会使，所以因拢会来。问我讲，我已经互真侪同事问过载具英语到底安怎讲啊？毋过我有一个理论，甲大家分享。我有一个理论，迄个你若要问阿多仔敢有要用载具的时阵，你就直接用，你会使用台语啦，你嘛会使用台语。无你讲伊可能较有机会是敢若会晓华语，你就用华语讲意思。你就直接用华语问讲，你有需要载具吗？就好啊，因为伊若是毋知影载具是啥物意思，伊大概就无载具。毋知影你敢有合理啦？我家己是感觉真合理，就是伊若是已经进化甲会晓用载具啊，伊应该就已经会晓讲华语啊。嘿，对，我家己的理论是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免想遐济，为什么你一定要处处想着怎么用英语服务他呢？就他听不懂，那就不要用载具嘛。听不懂就印发票出来给他嘛，不要紧啦，是会怎么样？对，我家己的理论是安尼。会晓了对人的称呼就会卡掉。是因为唔知影要用对一个时候，还是你学伤济，所以会互相影响人做伙。我目前还没有学到太多语言，所以好像还好。虽然有时啊，我嘛是会迄个，是要讲一个物件，英语想想袂起来，讲出来变台语，真正会安尼。一堆华语人对你讲原住民才是台湾人，你就歹势我是原住民，有够好笑。某哪拢讲 e-invoice 我有一个同事嘛拢讲 e-invoice。是安尼无毋对，毋过我感觉总麻烦的，我就想讲，凊彩啊，你听无就莫用，对，我拢想讲听无就莫用好啊，我较迄个，我毋知呢，因为我感觉爱互相啦，我感觉爱互相，就是你来到台湾，你好，就算你毋知影有台语即个物件，迄可能嘛毋是你的问题，因为即个社会大多数的人拢讲华语，安尼就真拄煞。毋过你台湾真久，你来台湾真久，你嘛无学华语，嘛无学台语想怎个要求人甲你奉台甲好势，淡薄仔无合理啦，好无？淡薄仔无合理，对，我就想讲，听无就莫用，互相。伊若是有会晓华语，有会晓台语，会当甲咱迄个沟通真顺利。当然你要用载具就替你用就无问题，是的。因为我之前有拄着迄个有诶迄个阿多仔，伊嘛毋知影e-invoice 是啥，伊就毋知影台湾有即个物件，所以我就讲煞去，莫找家己麻烦，对，而且对方的母语也无一定是英文，是安尼无毋对。而且有诶，我毋知呢，即个或者话头前对无？就是有诶人拢会感觉讲，比如讲我举例，比如讲你想要甲士大人讲台语，伊明明就会晓台语，结果迄个士大人看到你就一直讲华语，是毋是足困扰诶？我感觉这共款，有诶阿多仔来台湾，伊就是想要用华语，我伊甲我讲话，伊若头一句就直接讲华语。我就绝对全部拢用华语甲伊用，
因为伊就是想要练伊的华语啊，你个无互伊练，你个家己用英语，我就感觉无需要。嘿，我都无想要等我的英语偌高，还是安怎，这无意义。嘿，啊，既然伊来到这个所在，伊就是想要学会晓华语，学会晓用华语伫遮过日。好啦，我就成全伊啦。嘿，我就陪伊练，替伊小练一下伊的华语嘛，无讲袂使啊。对啊，我是安尼想。嘿，啊，毋过阿东啊来啊，甲我用华语，我若搁甲因台语，伊应该是听无。这嘛是找家己麻烦，我就袂安尼做。嘿。CD， 所以头拄想要讲到这哦，对方的母语无一定是英文，所以基本上就是看伊，基本上我就是看伊讲出来对我用啥物语言，我若会晓的，我就用即个语言，嘿，哦，夭寿。进前伫做咖啡厅的时阵，嘛有拄过日本的人客，啊，伊就是来，伊就是直接讲日本话，我都袂晓日本话，嘿，啊，我当然我嘛是做拼的啦，就是摕迄个菜单互伊看。嘿，啊，伊就是伫遐用笔的，啊，讲可能，我小可基本的，做简单的听，小可听有，啊，就，阿里嘎多，袂晓啊，无法度啊，这无法度，你来用，你来一个迄个，毋是你来台湾用日本话，虽然真济台湾人的日本话拢真好啦，啊，毋过这要是，淡薄困难。上无你摕你的 Google 出来翻译啊，上无你摕你的 Google 翻译出来，啊，互咱看字嘛会使啊。有一摆徛柜台拄着西班牙人客，你著用真厚的西文甲伊讲话，后来才知影会晓中文，你互伊先讲嘛，你互伊先讲啊。去外国爱学外国语言，啊，毋过外国人来台湾有关是使用因的语言，对。有足侪奇奇怪怪的状况，是了高中的时阵，政府阁有吹过客停车会晓讲英文，讲啥物爱互台湾国际化，爱互外国人有倒厝的感觉，安尼哦，这我毋知呢，这我毋知，真侪时大人拢会安尼，就会惊讲时势听无，阁有就是当初的教育会互因会惊，这嘛是确实，所以我嘛袂去怪遮的时大人啦。袂去怪遮个时代啦，无毋对，就因嘛毋是雕工要安尼，就真正是可能迄阵的教育、迄阵的政治的环境，互因拄着真侪代志拢会惊，所以我嘛袂讲强迫遮个时代人一定要安怎，嘛做个时代人惯势讲闽南语，拢无咧惯势讲台语，啊，伊嘛改袂过来，我嘛想讲袂要紧，或者我就坚持我做我家己的要安怎讲。我会当控制我家己要讲啥物话，我管我家己就好，我莫去管别人，我是安尼感觉，要有倒厝的感觉，就拜托真正倒厝好无？是安尼无毋对，对啊，想要有倒厝的感觉，你就莫来，CD，大概就是安尼。好啦，所以去南部拢会直接讲你会晓台语，放心讲，时大拢会免甲足欢喜。哦，安尼嘛袂歹，像我可能袂直接安尼讲，因为我无想过会当直接安尼讲。啊，毋过我家己就是甲伊的哭讲就对啊。我即摆拄着人客嘛是迄个，我即摆拄着人客嘛是要安怎讲？可能因为我有定用台语做影片做放送，所以。我台语有影算是还会使，还算练转啦。主要嘛是敢讲，所以有时我就会当讲足紧来，哭讲，一直讲，伊就会感觉哦，这可能真正是有咧讲台语的人，伊就会敢一直甲我讲台语，所以我即种时阵我嘛是真欢喜的，对啊。所以有时看到，有时阮遮人客若是时大人，就一听就知影伊是讲台语的，我就真自然就甲伊转台语咧啊对话。基本上伊嘛拢真自然，可能我看起来嘛有变老，可能我即摆看起来嘛臭老啦，所以伊嘛袂惊讲迄个啊，啥个人听无，还是安怎的，啊，所以要是会当转台语安尼讲的，哦，有的时都会讲好啊，你台语讲甲安尼讲，毋对啊，因可能足济啦，足济，真正足济，
来澳洲做工课都爱学英文的，所以你真认同来台湾都爱学一寡简单的中文、台语嘛是基本。对啊，我知影有诶较正常的阿多啊，直接安尼讲，我知影有诶较正常的阿多啊，就是来台湾来久了后，伊可能来的时阵，敢若知影有华语，啊，毋过伊来较久，伊就知影哦，佫有台语的，啊，有诶就真正会开始学台语，嘿，真正是有安尼的情形，而且毋是，这大家拢知的，就是迄个通常阿多啊，无一定阿多啊，外国人吼，反正日本人、韩国人嘛真济，就是因学台语的时阵，因拢会较认真去学台语的字，去学讲安怎查台语的词典。啊，毋过颠倒是真济台湾人就会感觉讲，因毋是干那感觉讲无需要，因甚至是感觉讲即个物件无好用。啊，毋过其实因根本就无用过。嘿，我当然是讲，无啥好，因为这工具真正做利便的啦。嘿，那会晓了后，对咱学台语真正是足有帮助的。嘿，各有人会讲啥物？各有人会讲啥物？迄个啥物台乐，就是要互外国人学台语咧用的。我就想讲啊，你的台语程度可能嘛甲外国人差不多，你啥怎无要用咧？我你咧，搁咧讲一寡歹情的。即种诶就会放弃，无要沟通，菜嘛袂爽买哦，这严重，嘿，讲甲真顺，特别是俗语话诶时阵，拢会好事大问讲你几岁？对啊，可能有真侪人诶，迄个认知就是愈有岁诶人愈会晓讲台语。虽然咱知影可能毋是安尼啦，对，啊，毋过有真侪人拢会，就是拢会预设的认为讲是预设诶认为讲是。迄个较老诶，较会晓讲台语，对。臭老敢讲后一个批要做大叔，我最近有咧想即个代志咧。我最近有咧想讲，大家嘛无要放我煞，要叫我开一世人诶台对无？所以我若真正开一世人诶台，我是毋是就会为即摆即个年岁一直开较中年，开较老年。所以我后摆即个批就会有中年诶批。啊，搁有变做老伙仔的皮，哪像嘛是袂歹啦，哪像嘛是真趣味啦，嘿，所以我拄仔好嘛有咧想到即个代志，所以可能某一档的即个新的皮，可能就真正会是迄个大叔即种类型的，嘛是有可能，哇，老伙仔，真的是老伙仔呢，是的，听起来很棒，我觉得其实不错很适合所有要开一辈子的朋友，好不好？说实话，学台语对于公众人物的外国人经济利益跟宣传效益更好。而台语其实有真侪好处，大家拢唔知。第台语对真侪代志的描述拢比华语较精准，我嘛安尼感觉。台语有真侪词拢是做幼路的，分甲比华语搁较幼路，真正推荐大家当学看卖。而且白话字是设计互青眉牛的。啊，有的人就是无想要爱，有的人就是无想要爱，无法度接受家己。看无台文，无法度接受家己是青眉牛即个代志。啊，毋过其实这你学会晓了后，你随着解决啦。啊，毋过有的人就是讲，我若去学，毋就是成真，我就是青眉牛，青眉牛就是文盲。嘿，啊，有的人都无法度接受，所以伊就拍死无要学，伊就一定爱讲这是乱设计的字，伊无要学，嘿，才会当逃避伊袂晓台语字的事实。嘿，啊，毋过你袂晓台语字，就毋是你的毋对啊，这咱拢知影是啥的毋对啊，对无？是的，一世人好啦，一世人。台语真正足精准的吼，像转动都有足侪种，正空、立空、拍空，叠一空是啥物？叠一空我毋知。学台语真好算，搁有迄个达人嘛是足侪种的啊，共站、共吹、共整、共木、共安怎的，足侪。定来图书馆的。国际伊讲台语嘛拢袂歹，甲阿公阿嬷沟通，原来，阮遮是有国际伊讲的人客，啊，毋过伊拢甲我讲华语，所以我毋知影因台语讲甲安怎，啊，毋过可能应该足侪国际伊讲的工作的环境，因做工课的环境，可能拢有会拄着真侪台语，所以因台语应该拢袂歹才对，就我知影的是安尼，是的，
哇，谁这样说你就跟他说你出生的时候也是文盲。我怎样？这个你哪是被介意辩论？就如果你真的是要说服他跟他辩论的话，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这些人常常是不讲道理的，所以我讲无啥好过。我个人的体会，是，我已经频段去教育这些人。最近鸟米哥水伫 X 那就有分享到一个观点，我家己感觉真有感觉，就是有时咱这个较弱势族群，不管是倒一方面的弱势，足侪种，有时咱弱势族群颠倒会因为较毋是弱势族群的人无了解这个实际上的压迫的情形，所以颠倒变做是咱弱势族群爱去讲教育。因为因就是啥物拢毋知，即个时阵呢，咱去甲伊教育是开啥物人的开力，开咱家己的开力，开啥物人的时间，开咱家己的时间，这其实就是一种剥削，算是一种剥削。我感觉这个听起来其实真有道理呢。对，以这个台语来做例好啊，就是对这个台文无了解的人，对这个台语互迄个。升等的历史无了解的人，因就是，可能会问讲啊，啥怎一定爱台语爱有啥物字啊？啥怎一定爱安尼啊？啥怎你一定爱讲台语啊？啊，结果是变做你爱开你的时间，你会开来甲伊解说，啊，伊无一定听有，伊无一定听有，啊，毋过这是了送的时间，这是了咱的时间，所以这个剥削的情形就会愈严重，有点恶性循环，就是我们已经是弱势族群了。但是我们还要花时间去教育人家，所以呢，我今麦认知剥削，是的，这个学术顶面的专有的词是认知剥削，对。我家己的理解是因为认知的无对等，才来造成有这个剥削的情形，因为那个弱势族群跟既得红利的族群的认知不对等。这件事情导致有一个剥削的情形发生，他的认知比你低很多，结果他因为这样子在剥削你。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对。对啊，我刚刚周某名奇妙对啊，台语目前是急症看护，客语是加护病房，那个原住民语大概是太平间这样子，需要一点奇迹才可以活过来。啊，这就是大家拢做辛苦的问题，是的。对啊，我个人有的是安宁病房，对。我个人的办法就是，我选择我暂时卖甲因教育。我觉得好像不太合乎效益。Mercury 标早欢迎，足久无看伊点，我足久无开。欢迎你来，CD。甲无心的人解说，甲喙甲全破嘛无效对，所以我家己都因为遇到太多就是假装问的，拄着真济就是伊虽然看起来是好咧，甲你问，啊，毋过伊是根本就无要问，伊家己心内已经有想法，而且伊无想要改变。伫足济议题顶面拢是啊，台语的嘛是啊，性别的嘛是拢有。我就想讲，好，不要紧啊，因为我都毋知影。可能10个内底有9个拢是这种的，10个内底有9个拢是假意要问，其实无要知影，无要真正要学习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讲，你甲人教育10岁，你可能有9岁拢是咧无采时间。所以我即摆的办法就是，我无要甲人教育啊，因为我还会晓做别项代志嘛，我会晓开放送嘛，我会晓写电子报嘛，我会晓做影片嘛。无我去做这个代志好啦，上无来看的人拢是迄个可能有较想要学台语，也是原底就在讲台语的，对啊，我就想讲迄个在教育别人这个代志，我留互别人去做，互大家参考，好无？我个人即摆当是安尼，电子报毋是安尼，毋是安尼电的，毋是即种的，毋是即种，电子报毋是咧电子报，好啦，忝啊，因为我小等按算要来小困者，困了来去做委托，好无？今日算是真久无甲大家开讲，嘛有讲2点钟，毋知影大家敢有教开？
我是有欢喜啦，嘿，真久无甲大家好好开讲，真正是讲了真欢喜，嘿，对，电主报毋是电主报，无毋对，即个若是有想要看我的电主报的朋友吼，写台文的哦，若是有想要加看台文的朋友，会使来订我的电主报，我的电主报的名都号做这电主报，毋是电主报，嘿，大家会使来看，嘿，大家才来。我猜，不要紧，那个后会会当个介绍收看。后礼拜应该，不是应该，后礼拜有安排，我会去甲别人联动。我周表还未出来，所以过可能明仔载周表才出来。然后搁想要看我的放送的，后礼拜有，好无？无够可以，毋过阿辉身体着，多谢。真欢喜会当甲我熟悉，我嘛真欢喜会当甲你熟悉，欢迎弟弟啊，欢迎你来啊！嘛有感谢迄个咱517，来看，还是叫你阿静好啊！感谢阿静有来看我的放送，嘛感谢平常时拢有来看我的电主报，真欢喜。非自愿的阐述自己的困境很累，对，不解释他就以为他是对的，解释之后他又会说对。我甲地方是定有即种的体会。我即摆拢甲讲，好啦，你叫是你是对的，你著继续叫是家己是对啊。无要安怎，对啊，对。因为我家己是想讲，我若无解说，伊可能会继续叫是家己是对的。我若解说了，伊就听袂入去。伊要是会叫是伊家己是对的，所以毋管我做啥，迄结果可能拢差不多。安尼我规气就甲伊开得升起来。我即马个人暂时是安尼做。嗨可可，敢是可可，初见人安初见，熬早欢迎。也是我叫你翁仔的，小雅、小雅、小雅，熬早欢迎。初见人安，毋过今仔日差不多到遮呢。因为我淡薄仔忝啊，要来休困啊。安尼咱来看，小等要来讲落去倒位哈。对，大家嘛会使伫我的说明遐无对，都想念要做补充。咱说明遐有迄个 Discord， 大家会使加起哩，大家会使去内底小招开讲。我有时有闲看到，我嘛会甲大家做伙拍字开讲者。欢迎大家来说，来说。好，看小等要来倒位，知影？有人咧整理图书馆的，无咱来去看人整理图书馆好啊。好，安尼就甲大家讲再会咯，大家再会，爱食中昼哦。大家小等下会记你去食中昼。大家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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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